大家好，今次同大家分享超重神模型。模型由好微笑出品。超重神係大張正己監督作品，由宮 Sir 動畫公司負責。雖然故事略為沉悶，都係一班人嘻嘻哈哈，然後怪獸出現，大家一齊合力揮低隻怪獸，跟住一齊 BBQ。不過熱血機械人動畫就是這樣，而宮 Sir 出品都係信心保證，冇副作。自青之6號開始留意宮 Sir 作品，例如《銀河冒險戰記》、Gatekeeper。講返模型，好微笑出啲舊動畫嘅機械人，而超重神就係例子。超重神係第二次砌好微笑出品嘅模型，又要模型，又要靚比例，又要完整地合體，其實三者取平衡都幾難。玩過超重神，整體滿意，要用替換件都係幾件仔而已。超重神由5台機器合體，3架飛機、1台雙轉機及機械人。先講主體機械人超重王，造型上比例好古怪，手掌腳掌都好細，手臂好短，可能要就返合體吧。超重王模型嘅值得一讚係佢分析分得好仔細咯。咁雖然有啲位置要黐貼紙，整體嚟講分析分得好盡，例如胸部及肩胛，甚至係頭盔，有啲位置其實一見過，但係佢已經幫你上埋色啦。黃色嘅條紋啦，其實係已經上咗色噶啦。跟住肩胛嘅黃藍白係一件嚟㗎，咁都上埋色。頭盔上面嘅黃邊啦，都係模型已經幫你上埋色噶啦。頭部設計方面，讓我聯想到《黃金勇者》中鯊魚海盜船長機械人。同樣主色係藍色，頭部猶如戴住頂船長帽。武器方面有2支槍仔，雙轉機，2個女仔一同駕駛，好少獨立分開作戰。G 戰機，雖然兩者名唔一樣，但就咁睇，其實兩部都一樣，冇咩特別唔同。而值得一讚係對翼，其實係一件過嚟㗎，不過廠商已經幫你上定色㗎啦。幻影，雙翼可動。而翼上嘅紅黑色圖案係貼紙嚟嘅，機身係空甲啦，然後呢個尾翼係超重神嘅頭盔嚟嘅。雙戰機係腳部，將對翼收埋，底部打開。機頭縮埋，屈落嚟，咁就完成腳部嘅變形。超重王腳掌屈起，呢度有個插，呢度都有個插。吸返埋去，完成呢個戰機同隻腳合體嘅步驟啦。手部方面，打開黃色蓋，將佢反翻入去就得。不過我發現到有個更快捷嘅方法，將個拳頭掹咗就得啦。將手臂拉上嚟，縮入去。呢度都係
將隻手臂拉上嚟，縮入去，轉頭機啊，掹出嚟，將呢個扣收起，腹帶打開，將拳頭轉頭同都反轉，左手都係啦。咁轉頭機嘅手臂有個柱位，就係插上去呢個黑色窿窿度。胸甲及頭部變身方面啦，首先將超重王拉出嚟，個胸部將超重王嘅胸部拉出嚟。幻影戰機，首先將呢個頭盔掹出嚟。咁呢個突出嘅零件呢，陣間合體後係唔需要用嘅，掹出嚟。將底部同埋機身打開呈 C 字形。由於將呢個幻影機放入去嗰時呢，個頭會頂住咗，所以要將個頭掹走。1、2、3、4，四個窿係讓幻影插入去嘅。頭部方面，合體嘅天線同超重王嘅天線唔同，所以呢個要掹走佢。此外啦，頭嘅背面都唔愛啦，都要掹走佢。然後將呢個頭盔插入去，將呢個天線插返上去。頭部嘅大頭盔嘅步驟完成，然後將個頭插返入去呢個超重以合體嘅超重神，咁就完成啦。武器方面有長槍及劍，不過回力鏢冇做出嚟，而且胸甲嘅亦唔可以拎出嚟。合體後嘅超重神除咗比例上比凱撒正常外，而且可動性唔受合體後影響。以前睇開機械人動畫，普遍都係飛機屬於上身位置，轉頭係腳部，反之超重神合體係飛機喺腳部，轉頭係手，都算係合體上嘅突破。整體好滿意合體過程，有80%還原動畫中合體過程。嗰時奇趣買入288，點知而家資源仲平。個人認為值得機械人模型迷買嚟砌買嚟玩。